有台语嘅大学生呢，运用这台语专长创作影片，用这耍大富翁的方式呢介绍好食物。学生也分享讲，透过大学4年文创、台语媒体等等课程，互因愈来了解到各行各业，因也对这内面找到家己的兴趣。你敢知？其实太阳饼较早不是叫做太阳饼呢？干嘛呢？啊，无是叫啥？伊的外形其实就是台中成功人家做的卖鸡饼。用台语介绍太阳饼的由来，也用耍大富翁领导的方式，世界去各县市食好食物，这是台语系学生拍的影片。除了采访大学生对各地名产的想法，去无共县市拜访，也希望让观众对裘卡连喙手这个频道，透过台文和中文相离无，愈了解真实的台语甲历史。就这样知影要安怎讲，啊，毋过其实毋知影要安怎写，所以阮会放伫下面，啊嘛有讲是汉字的部分，像阮影片内底就是有华语啊甲台语两个对照拢有安尼。学生表示，读台语系定会访问着出路，除了做老师，会当做啥？学生指出，其实除了基本的台语能力，透过文创、台语媒体等等的学校课程，也互因愈了解各行各业，找到家己的兴趣甲台语的应用领域。上济一定是讲做老师啦，啊，毋过媒体这个部分，我感觉嘛是真袂歹，就是嘛会当试看卖。伫咧媒体创作这门课，阮有学着讲要安怎写客话书。学生表示，其实也有真侪人对台文字无概念，因认为要推广台语，媒体是真重要的方式。学生讲拍片的过程，家己除了学摄影剪接技巧，也愈了解采访甲影像讲故事的美感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